2025年12月26日，高市早苗踢爆咗所謂嘅熊貓外交，實際上係中共嘅真實謊言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中共多年以來將大熊貓包裝成友好嘅象徵同人民嘅友誼使者，仲聲稱透過熊貓合作就可以深化兩國嘅雙邊關係，同人民嘅情感連結，並擴大熊貓租賃以展示其外交善意。但呢種敘事忽略咗真正事實，大熊貓從來唔係純粹嘅文化交流，而係由中共政府完全掌控、選擇性租賃同召回嘅政治工具。熊貓嘅去同留完全由中共單方面決定，英美及多國喺租約到期後都選擇送回中共國。正因為熊貓背後隱含存在咗政治嘅操弄，同非常高昂嘅費用，而唔係所謂單純嘅外交友好行為。所謂嘅熊貓外交，又係中共贏兩次嘅所謂雙贏，操控術嘅又一成功例子。中共唔單止贏得改善國際形象，而且有一點好多人未必知道，熊貓嘅所謂送贈或租借，其實係熊貓嘅租賃計劃，而且都係一單可以賺取非常可觀回報嘅大生意。現時熊貓嘅實際租賃行情，一般合約10年，通常以雌熊一對起租計。熊貓嘅租賃年費，每隻100萬美元，以兩隻起計每年200萬美元。熊貓嘅租金亦只係最低消費，仲要另加管社、設備同日常運作嘅支出，冷氣管社、環境控制，每日專人維護及足嘅特殊空運。一隻熊貓130萬美元，兩隻每年就260萬美元。中方派駐嘅科研及支援人員嘅支出，中方科研團隊、獸醫、行政及繁殖計劃支援。一隻熊貓77萬美元，兩隻每年就150萬美元。突發嘅支出，健康急救、專機運輸、媒體活動及保險等。一隻熊貓300萬美元，兩隻每年就600萬美元。總計熊貓每年嘅支出，一隻熊貓600萬美元，兩隻每年就1200萬美元。仲有一樣嘢非常重要，所有繁殖出嚟嘅熊貓都係屬於中國擁有嘅資產，就算喺外國出世，都一定要喺2至4歲之前返回中共國。當然啦，又要再另加熊貓嘅科研費及運輸費用。總結，中共嘅所謂熊貓外交，亦都係中共嘅虛假謊言。表面上展現大國風範，但實際上，中共嘅面子及金錢皆可大勝，就係中共嘅所謂雙贏。當然，中共又再贏兩次啦。近日，日本最新民調顯示，70%人認為熊貓唔應該被中共當作情緒勒索嘅工具，所以亦表示日本唔需要喺熊貓嘅事情上再同中共進行任何交涉，就直接將熊貓送返去中共國啦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